临沂，俗称沂蒙山区，位于山东省东南部，辖3区9县3个开发区和1个旅游度假区，人口1179.8万人，总面积1.72万平方公里，是山东省人口最多、面积最大的市。这是一片用文明点亮自信的土地。临沂古称琅琊、宜州，历史悠久，文化灿烂。孔子72贤徒中有13人生长在临沂，历史上24孝中有7孝在临沂。宗圣曾子，后圣荀子，至圣诸葛亮，书圣王羲之，大书法家颜真卿和珠算发明家刘洪等都出生或曾生活在这里。这是一片用生命诠释奉献的土地。革命战争年代，沂蒙革命根据地420万人，有120多万人拥军之前，21.4万人参军参战，10.5万名革命烈士英勇牺牲，涌现出沂蒙母亲、沂蒙红嫂、沂蒙6姐妹等一大批先魔人物。这是一片用拼搏收获荣耀的土地。临沂商城历经近40年时间，经过2代人努力，2018年实现物流总额7461.41亿元，网络交易额2288.01亿元，现有专业批发市场133个，商品涵盖27大类200万个品种，先后获评中国市场名城、中国物流之都等多项荣誉称号。这是一片用激情书写奇迹的土地。1995年，率先在全国18个连片扶贫开发老区中实现整体脱贫。2004年，率先在全国革命老区中实现 GDP 过1000亿。现在，临沂正在决战脱贫攻坚、决胜同步小康的路上，扎实奋斗。2018年，全市实现生产总值4717.8亿元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11.8亿元，在全国城市 GDP 排行中列第47位。综合实力在山东17个市中的排名，已由改革开放前的末位攀升至现在的第7位。从2004年提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目标，到2011年成功创建，2014年蝉联荣誉称号，千万临沂人共同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创新跨越与发展进步。15年来，历届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创建为民、共建共享的工作理念，把创建作为改善民生、提高市民幸福指数的重要平台，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。相继荣获全国双优模范城市、中国优秀旅游城市、国家卫生城市、国家园林城市、国家森林城市、国家环保模范城市、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等多项荣誉。